好，我们现在利用很短的时间。之前我曾经给各位大家介绍过非常重要的因果观念。在明朝的时候，安徽安庆县的有一间寺庙叫做银江寺，有一位老修行人在寺院当中做佛殿的香灯师了。有一天，当地的一位县官呢，穿戴的青衣小帽，就进入这个寺院来进香了。那一位香灯师见到这个来客，他颇有气派，后面又有几个随从，知道是一个有地位的人物，可是他没有攀岩的心，没有前去礼接欢迎他，照常走来走去的，在那个大殿里头念佛。这个县官见这个法师不理不睬的，误认为他是藐视地方的长官，竟然大动肝火，喝令随从将他打了30大棍。等到县官回衙以后，突然间他自己后悔了，心里面想说，对一个安分守己的修行者，我为什么要这样重罚他呢？不对，县官为了赎回自己的过失，所以立刻就命令下面的人建造一座茅棚的净室，很清净的房间，叫人通知那一位香灯师，要他搬进去住，并雇用了一位长工来服侍他，相互终老。可是那位香灯师不敢接受因为他认为县官他怎么可以无缘无故就打他30大棍呢？如果再接受他的供养，说不定呢时时都会遭受他毒打呢，恐怕不容易度过这一辈子哦。这个消息慢慢传到这个住持老和尚的耳里面了，因为老和尚有宿命通，知道这个香灯师跟县官过去的一段因缘，所以他就特别嘱咐香灯师一定要接受县官的好意，以了结这一段的因果。老和尚就说：哎呀，你知道你的过去吗？大约30年前有一只狗曾经到你的疗房去那时候你正在吃饼，那只狗呢就向你摇尾巴，想讨一些饼吃，你不但不给，还趁势踢它一脚，那只狗因此叫痛一声，它走开了。稍后你又忏悔起来了，心里面想，不给狗儿饼吃就罢了，为什么还要踢它一脚呢？转念之下，特地拿出半片饼送给狗吃。后来那只狗投胎转世，成为这一辈子的县官了。为什么这个狗能变为县官呢？因为它天天在寺院里面听闻诵经也听闻这个名号，所以他消除了前世的业障，所以能得到福报在转世的时候就当一个大官了。但跟你之间有一场因果，仍然没有了断，没有结束，因此你才有了现今的报应。也就是说，过去由于你踢他一脚，今天他要报复你30大棍了，这是恶有恶报。又因为过去你曾经给他半片饼吃，他今天要供养你3年，这是善有善报。3年之后，你已经73岁了那个时候你将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今天这个县官他真心的要请你，你要坦然的接受才是结果香灯师听完了以后恍然大悟惊叹不已各位，这个因果厉不厉害因果太厉害了，你一点一滴一丝一毫都在因果的循环当中。印光大师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的再来人他就告诉我们，他说因果者乃世出世圣人，就世间法出世法，圣人要平治天下度脱众生最要紧的方法。
今天如果不以因果为救国救民的急务，则任你智慧如何高超，皆属于形同虚设啊！因为你不讲道理，再加上没有王法的缘故了，所以人人如果信因果，是大治之道；人人如果不信因果，却大乱之道呀！今以我们普通做人的道理来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所以利人者，实际上是利己呀！大家相生相成，福报无尽。反过来说，害人者，人也会害你的。你积下了这个罪孽的因果，福报无尽啊，自作自受，谁也替代不得啊！这种很明显的道理，人人都应该领悟到。因此，我们不论哪一个人，如果能够改过迁善，使善业能够日日增长，恶业日日消除，自然而然会得到无穷的幸福。我们都知道俗语说，善是青松，恶是花呀。眼前光景不如他，有朝一日严霜降，只见青松不见花。师父用比较简单的白话解释给各位听。我们说行善就好像青松松树一样，你如果做恶，就像鲜花一样，看起来漂亮，很惊艳的，光景不如它啊，青松好像不如这个花那么让人家欣赏。但是有朝一日啊，这个寒冷的冬天，冰霜一降下来，只见青松不见花呀，花都凋零了，只看到青松还是屹立不摇。所以青松就如同行善一样，我们若能够明了善恶到头终有报的道理，能够努力的行善，积功累德，我们保证人人都可以获到非常深厚的福泽。所以因果观念不单单是佛陀亲口告诉我们的，祖师大德也一再告诫提醒我们大家，所以我们应该要很清楚明白，学佛一定不能忘记这个因果观念。今天利用这短短的时间，给各位大家一再说明这个因果的重要性。你要帮助社会和谐，帮助国家进步，不要有纷乱，不要有战争。我们一定要懂得因果。如果你重视因果，能够明白因果，能够去应用这个因果，自然人心向善，以后大家都能够和谐相处，快快乐乐，幸福无穷。感谢大家，阿弥陀佛。